廣州作為廣東省嘅省會，粵港澳大灣區中嘅綜合性門戶城市，自古以嚟都係華南地區政治以及文化嘅中心，有開風氣之先嘅傳統。喺舊年嘅廣州黑人族群探秘行專題策劃中，我哋就簡單介紹咗伊斯蘭教傳入廣州嘅歷史，帶大家參觀咗中國第一座清真寺，位於越秀區江塔路嘅懷聖寺，以及伊斯蘭教喺國內嘅另一處聖地，安進咗先賢遠國數嘅清真先賢古墓。相比起世界三大宗教中嘅佛教同埋伊斯蘭教，基督教喺廣州嘅傳播歷史就要遲得多。今期節目，我想帶大家行一下基督教三大派系中嘅天主教喺廣州嘅歷史遺跡，並且喺 City Walk 中同大家分享一下與之相關嘅有趣故事。天主教喺廣州嘅傳播歷史可以追溯至明嘉靖年間，從明世宗嘉靖34年開始，多位國外嘅傳教士嘗試進入廣東沿海地區傳教，但係都遭到當時廣州官府嘅阻撓，以失敗告終。萬曆年間，意大利傳教士羅明堅同埋李瑪竇再次申請喺廣州居住同埋興建教堂，遭拒絕後轉至肇慶，建成咗國內第一座具有中國建築風格嘅教堂鮮花寺。時間去到清康熙23年，康熙帝宣布解除海禁，開放廣東、福建、浙江、江蘇4口通商口岸。廣州作為傳統嘅對外貿易港口，重新對外國商人同埋傳教士開放。根據相關嘅資料記載，當時嘅廣州曾經存有7座教堂，但係傳教嘅方式都仲係傾向隱蔽。到咗雍正元年，雍正帝重新頒布禁教令，再次驅逐傳教士，並勒令拆除所有嘅教堂。因為鴉片戰爭戰敗，1844年喺清政府同埋法國簽訂嘅第一個不平等條約《中法黃埔條約》中，明確規定咗天主教在華傳教嘅自由，教禁令正式解除。1848年，羅馬教廷將廣東、廣西教務從澳門教區劃出，設立月桂監牧區。法國人明溪張主教成為首任宗座監牧，正式開始喺廣州推動天主教傳教工作，並主持修建咗我哋今日 City Walk 嘅第一站，全國乃至全東南亞地區最宏偉嘅哥德式大教堂——石室聖心大教堂。喺參觀石室之前，我想先向大家介紹一下石室門前嘅2條橫街——麥麻街同埋舊埗前街。根據廣州史志記載，麥麻街早喺南宋時期已經形成市集，彼時嘅廣州城珠江嘅河岸線比而家要北得多。麥麻街一帶當時直接就係珠江岸邊，所以自然形成咗加工同埋買賣麻繩、漁網嘅市集。到咗清乾61年，清政府將兩廣總督嘅行處遷到麥麻街，呢一條曾經充滿魚腥味嘅街巷，搖身一變成為咗當時成個嶺南嘅權力中心。1856年，第2次鴉片戰爭爆發，兩廣總督處被英法聯軍炮火夷為平地。為咗紀念曾經嘅兩廣總督處，廣州城居民將麥麻街右側嘅一段街道改稱為舊埗前。之所以稱為舊埗，係因為當時嘅百姓習慣以報堂尊稱總督大人。時移世易，而家大家提起舊埗前，最出名嘅自然就係廣州嘅傳統名校舊埗前小學。舊埗前小學嘅前身係創立於1921年嘅天主教教會學校私立日新學校，後來又曾經成為明德女子中學嘅附屬小學。唔單止係廣州百年名校，更加係廣州近代教育嘅先驅場所。喺呢度加插一個有趣嘅彩蛋：1860年，法國人喺法國駐廣州領事館內設立咗披崇書院。3年後，法國天主教教會將披崇書院遷到同石室一街之隔嘅大新路，並改稱為聖心書院。後來又增設前面提到嘅明德女子中學。解放後，兩所學校合併成為我哋而家人所共知嘅另一間廣州名校——廣州市第3中學。正如我哋前面提到，兩廣總督處因為炮火被毀，主教明溪張趁機向清政府提出永租呢片舊址，興建天主教主教堂，以作為之前教堂被充公嘅補償，並多次往返歐洲，募集興建教堂嘅資金。喺法王拿破崙3世嘅資助下，石室於咸豐11年正式開始動工。3年後，教堂地基部分完工。
明溪章選用耶路撒冷聖母無敵嘅石塊為奠基石，下方就埋藏住從羅馬取來嘅土壤。今日我哋喺教堂門前嘅兩側依然可以睇到呢兩塊奠基石。石室嘅主設計師係嚟自法國南色嘅艾特林。教堂嘅正立面係仿照巴黎第7區嘅聖克羅體德教堂而建，而中殿同埋半圓形嘅後殿嘅內部就係參照圖勒大教堂。有趣嘅係，呢位建築師其實從來冇踏足過廣州，而係將工程執行交咗俾佢嘅老鄉亨伯特。後來因為工程進度緩慢，主教明溪章又從香港揾嚟咗另一位建築師阿爾米達前來救火。唔知道係咪因為語言交流障礙，定係本身水平有限，石室嘅建造最後其實係嚟自廣東揭陽嘅建築石匠蔡孝總管完成，歷時25載。清光緒14年，石室聖心大教堂終於喺廣州落成。因為教堂通體以花崗岩築砌，喺當時嘅廣州城相當罕見，所以廣州城嘅居民習慣稱之為石室，並延續至今。喺呢度再加插一個彩蛋，廣州其實並唔出產花崗岩，石室所用嘅石料全部都嚟自當時仲係屬於新安縣，今日香港九龍區嘅牛頭角同埋茶果嶺一帶。單單係開採石材同埋將石材搬運到廣州，就花咗足足8年嘅時間。如果覺得本期嘅內容可以幫到大家發掘廣州有趣嘅另一面，就記得幫我點讚、分享同埋訂閱啦。喺正式參觀石室之前，有個溫馨提示：石室每週都有固定嘅對外開放時間，各位前往參觀之前記得留意。石室嘅主教堂建築面積為2754平方米，東西闊35米，南北長78.69米，由地面到塔尖高58.5米。教堂最具哥德式風格嘅係正面一對雙尖石塔，直插雲霄。東塔裝有從法國運嚟嘅命名為瑪利亞等聖名嘅銅鐘4座，可以擊出高低唔同嘅宏亮鐘聲。西塔就安裝機械時鐘計時。從高空俯瞰成座教堂，呈一個平放嘅拉丁十字架，非常壯觀。哥德式建築係歐洲建築嘅革命式突破，係對羅馬式嘅雄渾、厚重、沉悶、壓抑建築風格嘅挑戰同埋超越。佢通過尖券、飛扶壁、巨型彩色玻璃嘅技術，營造出一種物理空間上嘅崇高感同埋視覺上嘅仰視效果。教堂門上嘅山花、龕上嘅華蓋、扶壁都係尖嘅，體現出向上嘅升騰感，代表咗天主教教徒對上帝同埋天堂嘅追求同埋嚮往。不過對於我哋遊客嚟講，最吸引眼球嘅都係各種唔同顏色嘅巨型玻璃窗。教堂二層嘅正中係一個巨大嘅玫瑰圓窗，圖案設計呈放射狀，鑲嵌玫瑰花形嘅彩繪玻璃。另外，石室嘅所有玻璃都係以顏色較深嘅玻璃鑲嵌，避免咗室外強光射入，令教堂嘅內部光線終年保持住柔和嘅狀態，形成慈祥肅穆嘅宗教氣氛。正如我哋前面提到，石室嘅建築工程其實係由廣東工匠蔡厚負責完成，所以喺呢座哥德式建築入面融入咗唔少嘅中國元素。成座教堂嘅建造全部都採用桐油混合糯米同埋石灰製成嘅獨特漿料，作為強厚嘅膠結劑，代替水泥，既防水又牢固。教堂樓頂嘅出水口以寓意吉祥嘅中國石獅子代替咗原有西式怪獸嘅雕像，每遇大雨，石獅懸空排水，噴灑而出，蔚為壯觀。門前雙塔塔尖嘅避雷針亦都採用咗相當具有中國特色嘅葫蘆造型。另外，作為廣東人，蔡孝喺教堂嘅多處木建築部分巧妙咁加入咗港式木雕藝術作為精美裝飾，呢啲喺全世界嘅哥特式教堂中都係獨一無二嘅存在。教堂內部左右各有10根巨型石柱支撐交叉上升嘅尖拱，堂頂中間最高，兩側稍低，呈現起伏態勢。從大門向耶穌聖心像方向，成個大堂有一種向上同埋向前延伸嘅感覺。當你踏入教堂，就可以明顯感受到莊重嘅宗教氣氛。值得一提嘅係，石室原有嘅玻璃窗全部都係由法國定製，再運抵廣州鑲嵌，但係因為歷史原因，舊裝飾悉數被毀。而家我哋睇到嘅玻璃窗係2004年大維修嘅時候由菲律賓定製，玻璃圖像以聖經舊約、新約入面嘅人物故事為原型，刻畫咗包括耶穌誕生、耶穌受洗、最後晚餐等約60個聖經故事。
除咗教堂主體建築外，石室嘅周邊相傳有主教府、神父樓、輔修院及東側嘅天主教女青年會所、西側嘅男青年會所。石室無論從建築外形設計到教堂內部裝飾藝術，都具有華麗嘅名貴感，無不體現出宗教嘅莊嚴同埋崇高。特別係自從基督教、新教喺全世界崛起後，興建嘅教堂建築變得相對簡樸實用。建於晚清嘅石室聖心大教堂，堪稱哥特式建築嘅最後輝煌。因為篇幅有限，本期嘅節目只能夠帶大家參觀石室。喺下期節目中，我將帶大家參觀另外嘅廣州天主教教堂，以及帶大家探秘有名嘅淘金都市傳說同埋天主教嘅關係。覺得有趣嘅朋友一定要留言或者分享支持一下。我哋下期節目再見。